伫咧嘉义有一间待伫土内面只剩厝顶的古庙，这就是嘉义六卡的五福宫的旧庙。伫1959年的时阵，发起水灾，互一个大水冲甲海去。也因为迄个时阵水利局要整治河川起爆花，村民才另外找所在起新庙。了落来旧庙就变作是台湾唯一插伫田中央的宫庙。民众摕手机去参中央的庙厝顶，这间庙的庙身大部分拢待伫涂骹底，涂骹敢若剩厝顶，这种特殊的现象嘛，加做大家来翕相的景点。要看这个田中的庙很奇特啊，看到新闻报道。这间五福宫起伫1805年，1959因为八七水灾，大水内底土沙拢积伫旧庙遮，所以新庙起好了后，这间旧庙就放伫遮，尾仔地层下陷，敢若厝顶流出地面顶。因的好奇讲。啊，内底物件有搬出来无啦？吼，市民有沉落无？安尼拢会问这个问题啦。安尼，啊，其实市民拢有请出来啦。庙方表示，假日的时阵，拢有真侪游客问路要来看这间庙，嘛真欢喜，因为这间旧庙和这个庄脚所在会当高较闹热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